北市三峡区有很多的客家人，早期先民从桃竹苗等地到此移垦定居，因此五寮里逐渐形成客家人聚集的村落。五寮客家人65%都客家人比较多，现在竹子为生，都在挖竹笋。这里的绿竹笋远近驰名，口感脆嫩鲜甜，有如水梨，所以又叫做梨子笋。像这个白的这个弯的比较漂亮，比较有价钱的。当地农会经常举办绿竹笋体验营，让游客前来亲身感受挖竹笋的田园乐趣。要挖竹笋要到那个笋刀，到田里来，造篮子，还有要小心，要那个它有裂痕的，裂痕的就是比较漂亮。隐身山林间淳朴的百年石屋古厝，是当年先民开垦时以在地石材建造的石屋及砖造房舍。辛苦啦，喝一杯热茶。谢谢。来谢杯小茶。谢谢。谢杯小茶。至今第6代子孙依旧在此安身立命。除了坚硬的石材让屋子屹立不摇外，从一些细微末节处也能看出客家先民的智慧与巧思。留那个葱，一方面也好看，一方面风会进去，屋顶不会太热。将当地传统农具在五寮国小常态展示，让后代子孙不会忘记先民筚路蓝缕、辛勤开垦的艰苦年代。远山葱绿，竹林摇曳，有空来到三峡五寮，不妨体验一下客家山居的悠闲时光。上课喽！喝一杯小茶，喝一杯小茶，喝一杯小